还不动手吗？他们都走掉了。嘘，还不到时候，耐心点啊。就是他了！恭喜参赛者金河紫堂幻，你们组队击败了野猪怪，各获得150积分，请继续努力。哎，今天的第一波积分终于到手了，不过排名还是没啥变化。第一次组队就能取得这样的战果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以前野猪怪这种等级的怪物，我根本都不敢招惹的。没错，现在咱们是有队伍的人了，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，马上就去挑战更强的怪物吧。别急啊，景，这自由森林中的野怪相对比较弱，但里面也有一些不好惹的家伙呢。而且比起怪物，我们还有更加需要注意的对手。咦，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状况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景，等等我啊！凯莉，这下看你怎么跑！哼，好像就在这边啊！哎，景，化妆舞会，鬼天盟办事，闲杂人等退散。跪铁盟，什么来头啊？肯定不好惹了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救命啊！这些坏人想要抓我，救我！喂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孩子？小子，不关你的事，赶紧滚开！被我遇到了就要管，因为我们是正义的金河紫堂幻小队，对吧？我也有分。那个，我觉得说不定这都是误会，不如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，怎么样？我来对付凯莉，你们去收拾那2个管闲事的小子。Stop！ 想要打架吗？劝你们想清楚哦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不信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看我的！景，不要！嘿嘿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不想吃我这招的话，就赶紧躲远点吧。喂，你们笑什么？景，我之前就想告诉你了，比起怪物，其他参赛者才是更加需要小心应付的，尤其是不能轻易让别人知道你的能力。哎，是这样吗？死活的小子，就让我教教你熬出大赛的残酷吧！防御阵！有功夫关心别人，做的蛮快的嘛。质量冲击！真好笑，谁会被这种单纯的招数打中啊？何况你还好心的事先演示给我们看过了。到那个世界记得好好反省哦。凯莉，这下没人能救你了。哼！速度不错，不过你以为能逃得掉吗？小
鬼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这小子的积分归我了。矢量冲击！这下你可耍不出什么花招了，小鬼，受死吧！真虚，火箭锤！这怎么可能？金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赢了！女生？可恶！不见了，跑得真快！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我叫凯莉。我是金，这是紫藤幻。对了，凯莉，为什么你会被他们追杀啊？因为我发现了鬼天盟行凶作恶的证据，想提醒所有参赛者小心他们，结果就被鬼天盟当作眼中钉，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我。鬼天盟果然邪恶，放心吧，凯莉，有我们在，一定会保护你的。不如你就加入我们小队吧。金，我觉得太好了，请一定要让我加入。虽然我实力一般，但我会努力帮到大家的。我们当然欢迎啦，对吧？嗯。